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互咱搁一遍来到伊的圣殿，学了敬拜伊。请咱即时用使徒圣经来宣告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毕业岛任内受苦，正是日计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高活。永远的活命，好打认基督。咱用真温柔的心，咱来吟。好打认基督，咱互耶稣救赎。管个分子，不准伊命受着好打认基督，咱互耶稣救赎。前期也管个分子，不准伊命受着主看军兵，自带军兵着对伊，伫到对极航河，定着连为着是万国拢归基督。兄弟姊妹，请咱大家起立，请甲你四周的兄弟讲，你是主基督的精兵。咱做伙来吟。好打认基督，咱互耶稣救赎。前期也管个分子，不准伊命受着自带军兵着对伊，到对着航河，定着连为着是万国拢归基督。好打认基督，好头的声地标。今日是主地交战，今日公判对着，救赎救赎的对，基督的鞭卡呀，前场那险那艰苦，是我勇行。咱着好打来念基督，因为基督是咱的救赎主，是赢过对敌的大君王。咱个对第三节，咱个来吟。好打认基督，伊先靠主灵了，了你的
甲真不足，可家己无理由着情，着情互因的亏工，今生记得无散，听着危险无论的。无嫌艰苦着我第死，好大真祈祷，到前无久的山，人日艰苦陪生命，明日着成就歌，到尾囡仔有着成，通伫永外免流。也甲阳光的君哦，好去永远享受第四节，好大天祈祷，到前无久的山，今日艰苦陪生命，明日着成就歌，了尾囡仔有着成，通伫永外免流。也甲阳光的君哦，好去永远享受。也甲阳光的君哦，好去永远享受。也甲阳光的君哦，好去永远享受。咱将咱的歌声献予咱的主。好，请坐。咱基督徒的一生，拢是咧跟对耶稣基督的脚步，拢是咧学主耶稣的款式。求你予阮，无论人生拄着啥物境况，拢学习抓牢你，将你的话语刻牢伫阮每一人的心中。咱搁来用喜乐的心，用华语，咱来做伙吟这首《主你跟我走》。主你跟我走，往普天下走，天涯海角紧紧抓住我。主你跟我走，往普天下走。有故紧紧跟你走，主你跟我走，往普天下走，天涯海角紧紧抓住我。主你跟我走，往普天下走。有故紧紧跟你走，因你是万王之王，因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有你跟着我，我害怕什么？因你已战胜死亡，得胜君王。这信心的路，我永不回头。主你开启我的眼，开启我的眼，信心的双眼，看那天使天君在身边，塑造我的心，谦卑的聆听。你的话语深植在我心，因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有你跟着我，我害怕什么？因你战胜死亡，得胜君王。这信心的路，我永不回头。咱个对头来讲，主你跟我走，主我跟我走，往普天下走，天涯海
脚紧紧抓住我。主，我跟你走，主，我跟你走，往普天下走，坚硬有骨，紧紧跟你走。因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有你跟着我，我害怕什么？因你战胜死亡，得胜君王，这信心的路我永不回头。因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有你跟着我，我害怕什么？因你战胜死亡，得胜君王，这信心的路我永不回头。这信心的路，这信心的路我永不回头。这信心的路，这信心的路我永不回头。感谢主，对上帝所创造咱上起初的祖先，一直到咱这代，学落的声音拢无停止。这首歌的歌词，亲像在甲人讲，无论伫世界任何国家、民族，拢着举手敬拜、创造咱的主上帝。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他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不分种族国家，齐声来颂扬，在宝座前高举双手，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他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不分种族国家，齐声来颂扬，在宝座前高举双手。从这代到那代，万民不停颂赞，从地极到地极，万民焕然献祭，从列国到列邦，其尊崇你为王，高唱哈利路亚，齐敬拜弥赛亚。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他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不分种族国家，齐声来颂扬，在宝座前高举双手。从这代到那代，万民不停颂赞，从地极到地极，万民焕然献祭，从列国到列邦，齐尊崇你为王，高唱哈利路亚，齐敬拜弥赛。从这代到那代，万民不停颂赞，
从地极到地极，万民焕然献祭。从列国到列邦，其尊崇你为王，高唱哈利路亚，其敬拜弥赛亚。众臣们，你们要抬起头。众臣们，抬起头，荣耀君王将要进来。幕后的荣耀大过先前的。众臣们，众臣们，抬起头，荣耀君王将要进来。万国敬拜如众水的声音。我们再说，众臣们，众臣们，抬起头，荣耀君王将要进来。幕后的荣耀大过先前的。众臣们，抬起头，荣耀君王将要进来。万国敬拜如众水的声音。从这代，从这代到那代，万民不停颂赞。从地极到地极，万民焕然献祭。从列国到列邦，其尊崇你为王，高唱哈利路亚，其敬拜弥赛亚。从这代到那代，万民不停颂赞。从地极到地极，万民焕然献祭。从列国到列邦，其尊崇你为王，高唱哈利路亚，其敬拜弥赛亚。感谢主，咱三个同心阿头来祈祷。亲爱的主，感谢你丰盛的应允，互阮会通达你享受你稳定的祝福。你也看顾阮生活的所在，伫你的保守下面，都得到平安。对这代到迄代，万民拢要上赞无停，称颂你的圣名。求主坚固阮的心心灵，会通徛伫你的根基顶面。互阮一生跟对你的脚步，感谢主听阮的祈祷，也愿主感纳今仔日早起阮所献的诗歌，阮安尼祈祷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下这平安。这是咱来看咱的公道事项吼，咱的公道事项有出一点，咱会当开声，咱做来祈祷，为着教会，也是为着咱信徒的青年，也是为着咱兄弟姊妹身体软弱较欠缺，咱嘛为着这来祈祷，咱做伙开声。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你是阮至好的大牧者。当阮向你来祈求，当阮向你来恳求，阮的性命好亲像树枝结连伫葡萄树顶，结连伫生命源头。因为你予阮有份，伫属天的生命结出果子，予阮的生命更加来丰盛。阮伫灵内面搁较刚强。你讲有信就要得到。阮感谢你用慈悲疼痛来款待阮，来陪伴阮，
当阮伫失落也是艰难的骹步，你用推拐来安慰阮，来扶持阮。伫阮即礼拜来经历着台湾真大的台风，上时嘛造成真大的损失，嘛有性命丧失。主耶稣，你的怜悯临到伫因的心上，你的疼安慰因，互因有够野的气力、刚强来面对，来恢复伫因的躯体。上时恳求政府嘛有对因真适当的协助。我嘛感谢伫阮建堂伫还款的中间这段时间，有侪侪主内兄弟姊妹教阮做伙来还款，互阮确信大桥教会伫你粒里有够野的信心。愿主你赏赐丰盛稳定，加添因的心上，来回应上帝国的时光是甜蜜的。主耶稣，阮知影，阮的身体欠缺，但是你知影阮一切的状况。阮恳求你医治身体欠缺、软弱、灵心倒地兄弟姊妹的心上。阮相信，因为主耶稣，你十字架顶为着阮来比拍受伤的，会当来得到医治，会当来得到恢复。这个过程有一粒平静安稳的心，对你充满着信心甲盼望。阮献上感谢，献上恳求，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这是咱来启用，咱做来启用，我来启，因来译。上主是我的牧者，我有欠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伊予我心气力。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山谷，因为你甲我同在。伫我对敌的面前，你用油抹我的头壳，你的恩典、慈爱一定甲我一世人做伴。这是咱请圣乐队来献诗。
感谢圣奥队的儿女，上帝要引带叫咱脱离这个歹的事，到万世代无煞。阿门。即时咱来看咱的教会消息通知，咱回来呀。咱来看消息报告。第一，本主日是退休牧者传道书纪念主日，咱感谢陈圣贤牧师来正道请安甲报告，请咱兄弟关心代祷甲奉献。第二，请为着咱即礼拜的山陀尔台风所造成台湾人侪无方便损害甲性命的伤害来代祷，愿主来恢复安慰甲补助。第三，今仔日下午1点，伫咱教会1楼要举行12月21日拜六大桥日联合圣诞的活动。时间的说明会，请咱邀请咱兄弟同工会当伫中昼小组散了后，留步做来参与。第四，伫12月21，就是拜六下午2点到5点半，咱教会甲南台教会联合的圣诞活动，地点是伫大桥里活动中心，请伫1楼迄个招待座遐有咱所有的活动所需要的侍奉的项目，请即项事咱会当关心来代祷。第五，10月份的寿星，10月初3是吴家维，10月初8是李金蛋姐妹，10月初10是吴宇恩小弟，10月12是许承恩执事，10月15是黄子仙姐妹，10月17是穆妙玲姐妹，10月31是王淑芳姐妹甲李新天执事。咱下面的咱的奉献的明细，请咱家己看吼。若有毋对，请咱甲咱的过节来做更正吼。即时咱做伙来念咱的即礼拜的金句，台语、华语拢读一解。若无灭以上，百事就放纵。独独即首律法的就有福气。若没有意向，民就放肆。箴言29章18节。继续，咱来看圣经记载伫出埃及记，出埃及记3章1节到8节，出埃及记3章1节到8节，咱做伙来看。摩西故意的丈人米甸的祭司叶忒罗的羊群，赶羊群去旷野的后面，到上帝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伫刺皮内火焰中对伊出现，伊看见，刺皮互火烧，刺皮也无倒去。摩西讲：我要越过去看即个大景象。即个刺皮怎样无倒去啊？耶和华看见伊越去要看，上帝就对刺皮来叫伊讲：摩西，摩西。伊就讲：我伫遮。伊就讲：你无得讲我来，就烫你的鞋来，骹内的鞋啊，因为你徛的所在是圣地。佮讲：我是你祖公的上帝，阿里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摩西惹伊的面，毋敢看上帝。第7节，耶和华讲：我的百姓徛起伫埃及的，因的困苦我实在已经看见啦。因为因为着督工者来呼叫，我已经听见啦。我本知因的痛苦，打我落来要救因脱离埃及人的手，带因出埃及地，到肥水开阔的地，到流奶甲蜜的地，就是迦南、赫、阿摩利、比利洗、希米、亚布斯，遐的族的所在。
咱圣经读到遮，即是咱请咱的主流学生美心来由咱用华语读一解。第一解哦，我家己拍无好咧哦。大家好，我要读的经文是出埃及记第3章5到6节。上帝说：“不要金钱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按照知道侍奉弟兄说，我是你父亲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摩西蒙赏点，因为怕看上帝。咱真多谢美心吼，来美心请慢点走的哦。宝庆做伙来吼，搁有不好意思，咱请咱的刚刚到出来学生吼，咱请咱的陈牧师为因来祝祷吼，等下要落去下骹吼。咱的美心吼真勇敢，伊家己自愿的吼，因为你看到这牧恩吼，今仔因为牧师因全家去到帮忙教会吼，因有一个周年庆，所以邀请伊过去吼。伊讲他要跟牧恩一样，他也要上台吼，所以值得鼓励吼。咱请陈牧师来为咱来为细囝来祝福祈祷吼。谢。亲爱的爸，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予阮这个所在会当同心敬拜，通过一人因的看起的负担，主，予阮这个所在会当一代经过一代，主，阮将细囝交托你的手中，是上帝手术予咱的产业，主，这个产业。互阮来引带，是要来认捌你。愿你的是你看顾阮，让阮有信仰的后代，这是你所想事，是主你的祝福。啊，互阮有一个责任，有一个意向来承担这个，因为咱拢有亏欠。主，阮将细囝伊的长大、伊的成长，拢交托伫手中。愿你的是你看顾因，因为因。伫看阮的脚业，无论生活、信仰，互阮拢会当真实来跟对你、认捌你。愿主你也祝福这少数互阮的这个后代，拢得到上帝你的祝福。祈祷可以所叫做圣名。阿门。接续请牧师为咱证道，伊今仔题目是异象。别记。诸位大家平安。真欢喜会当受总会差派来到伫咱个教会，也是当来受咱的接纳，来请安报告。咱入麦的传教者真多，这个拢是上帝的路卜，恁也拢共款。恁毋是咧服侍上帝的路卜，恁是咧服侍上帝，因为咱。每一个人的恩赐无同，互咱所得到的，也通过你伫咱的教会所做。咱的教会有真侪事工，无论是囡仔，也是老人，也是社区，也是足侪在
反正咱所做的拢是上帝，互咱有迄个负担，有当看去。即种的负担，就敢若亲像有火在倒共款。咱个对了教会的马区，就是迄个标志啊，就是分而不分嘛，对不对？哦，迄就是对即十个圣经来。即十个圣经讲有一个刺片咧烧，但是足奇怪，安怎会安怎烧都烧袂了，安怎烧都有迄个形象伫遐，就亲像咱咧教会共款。咱咧教会有真侪人有遮有负担，有付出，啊有付出的，敢若讲付出的讲啊，敢若拢无去。总是安尼，有的人有看到迄个业绩，迄个神迹啊，敢若亲像咱咧经过咧行的时阵，啊有真侪遮迄个，譬如讲，哎，行伫个山的顶悬，行伫海山的顶悬，啊，都两个人咧行。啊，较会一个人的骹只，哎，是因为当有的人讲是耶稣上帝，甲咱抱着，抱咱行。圣经上重要的同在的意思就是遮。摩西到伫咱咧讲人生的末段，就敢若亲像讲，算我已经退休咯。但是当退休的中间，已经到伫一个坎站咯。我这是白头毛，去染的，染黑，看起来较少年。我嘛感觉我看起来较少年。总是呢，当这蓝色的物件已经无去，你会感觉啦，你会感觉已经白发苍苍。有时阵较早年轻少年时阵，会甲回应讲，我还阁有毛通个染呢，较赢无毛呢。啊，这拢咧开玩笑的物件。无论是怎样，拢是上帝的恩赐。啊，摩西啊，我伫咧做迄个囡仔时阵，我做迄个老师也讲起摩西的故事，对不对？摩西离开咱已经3500年左右啊。圣经这本圣经。开始定调伫这66卷的时阵，就嘛离开咱已经2000年啊，就是主耶稣基督了的100年的中间来定调的物件。啊，这刚好就2000年的时间，互咱看讲，哦，时间咧过真紧。为什么咧读袂完？读一世人嘛读袂完，研究一世人嘛研究袂完。当阮咧看旧约圣经的时阵，当时新来伊咧读册的时阵。佮读原文呢，原文咧读了，毕业了，嘛拢献互老师去，献互郭延敏牧师去啊，拢献去。为什么？哦，迄个原文真歹读，以色列迄个古早的阿拉文真歹读，因为咱毋是以色列人，所以对迄个文字也无共款。去以色列2摆，咱就感觉讲奇怪，因遮的字较早无啥，因为呢，迄是新的一个。迄个希伯来文，新的以色列的迄个文，拢无啥共款，总是迄个根留的。哎，因为咱的信仰、咱的生活的模式拢无共款，总是伫一寡决定的时阵、决定的、决策的，无论是生老病死的时阵，迄个决策的物件，迄个根留的。咱要有这个对咱的骹步的人，就要有迄个根。迄个根是啥物？你都清楚，毋是你的好业善，毋是你有权，毋是你有足侪迄个教育的程度，迄也是迄个真好的产业，是迄个啥？迄个认捌上帝上介重要。摩西40年前做出事，伫埃及，伊怎样成功？伊有真好的教育，伊有真好的产业。伊有真好的未来，伊有真好的什物足侪拢伫伊内底，伫迄个头前的1/3的中间就是40年，搁来的40年是伫旷野、娶某、生囝、过洋，就安尼尔啦，足轻盈，嘛足无聊。我会感觉足无聊。伫迄个空旷，当你到以色列的时阵，你会讲伫好的山，我嘛去哩。
但是下骹咧，遍地拢是安那石架地，遍地伫迄个所在，你看到的，你会感觉迄敢老李甲迄个地，迄都毋是。过来40年，哇，迄才是风光的年，迄才是辛苦的年。40年伫旷野咧漂流，伫旷野嘛，带以色列百姓出来。兄弟姊妹，以色列百姓偌济人啊，200-300万人诶，200-300万人诶。当我伫军中咧做兵诶时阵，莫讲200-300万啊，我咧输嘛较2万几个尔，一输哦，一个输才是2万外个。迄全输开始咧伫台湾啊咧行军400-500公里来回啊咧来讲，迄个人200-300万人，甲人要食、要困、要住、要放、要创啥物？你就感觉足麻烦啊！你做一个，咱讲做一个领导者，我阁毋是上顶悬迄个呢。我阁是迄个上基层的领导者的时阵，你会感觉啊，我带即个，我带即个排，带即班，你莫讲带偌济人，你干那带一个100-200个一连尔，一连较1-200个尔，你干那想讲哦，啊要安怎食？啊要谈对休，伊上顶悬的迄个人，伊讲休，全部拢休。迄个后壁40年是艰苦的，伫迄个所在，啊，按着一个目标咧跑走。兄弟姊妹，迄个目标咧行的时阵，就是要哪？要进入上帝应允的地啦。上帝甲咱的生活，伫咱的一生的中间，伊甲你应允什么，我毋知。你甲上帝求什么，我毋知。总是你足清楚，上帝咧引带咱。上帝引带你。上帝咧引带你的时阵，就绝对安怎？绝对互你有看到一个物件。有时我咧想讲，我若较顺利摩西，我摩西，到即个时阵，我看到异象。到即个时阵，搁要互我安怎？我即摆也无兵，也无人，也无啥物，交我一箍人，交我一个人。上帝互我看到了后，伊佫甲我讲：啊，即个任务交代互你。我咧想，连摩西都已经拒绝了。我较有啥物能力通好去做遮个代志？所以咧，摩西一直拒绝。你若看圣经，说摩西就已经拒绝了，拒绝我，因为遐个兵啊，遐埃及的军队，遐个啥物件，足势力严明的。迄个时阵是所有内底国家内底上介强的国家。一个人去面对一个上强的一个军队的时阵，一个国家的时阵，你敢会感觉安怎？搁而且，搁要甲遐个人拢要甲带出来，你想讲，即个态度会当安尼？所以，若是我，毋是干那讲，上帝，你莫互我看到，啊，你莫互我有声听到，你搁莫下迄个指定的命令，讲哦，你去，甲遐个百姓带出来，到你所徛的所在来敬拜我。这是何等的一段路，何等的一段时间，80年的时间，最后甲伊落着一个。迄个任务爱完成，迄个尾段，迄个力，你感觉无够，你的手边的人也无，伫迄个中间，你会感觉怎样？兄弟姊妹，咱的教会的存在，咱的教会的负担，咱的教会伫即个所在，就是有人有看见，所以伊会设立一个敬拜的所在，无论是人多人少。兄弟姊妹，伫咱的信仰的脚印内底，咱的信仰的内底，毋是人多，互你感觉有安慰；毋是人偌多，钱偌多，互你感觉会安心。是啥物？是上帝甲你设到伫地。今日伫个所在咧讲，我要甲你同在。哇，即个同在物件，伫圣经的内底，到即点，到今仔日。今仔日我无论去往东、往西、往南、往北，
若有上帝敢若三角地底，咱就无惊呀。今日带这个囡仔，带这你的后代，带你这个信仰的后代。我的老师有个人无生囡仔，我的新来院的老师内底有个人无囡仔，总是伊真欢喜，真有迄个气度，真有意向，而且伊真愿意投入。为甚物？因为伊咧培养信仰的后代。伊通过伊家己的生活，伊的存折，通过伊的判断甲决定，通过伊所做的，互学生来对伊的脚迹。伊敢无爱？你敢毋是要安尼？上帝敢若手术讲，这个囡仔，无论伊是济少，只要这个囡仔被神触摸，伫伊的生活中间，他摸到了神的恩典。伊就看起什物？看起伊知影，这个囡仔若去摸着上帝了后，也是伊家己本身经历过了后，你毋免搁甲交代什物，因为他会自律自己，伊就会感觉安尼，就亲像咱的兄弟姊妹共款，伫你的生命中间，你经历过上帝了，我何必搁甲你督促什么物件？因为因为你触摸到神了以后，你就知道你当怎样行嘛，对不对？咱伫信仰的，咱伫圣经内底，保罗也讲的讲，然而我们的信心到了怎样的地步，我们就当那个地步来行嘛，对不对？你的信仰已经有摸到了，有经历过了，有认捌到了，你就照你的所认捌的。所拄着的，你就照迄个来行。你敬拜神，你敬拜上帝，咱已经有经历。你就怎有去行去做？毋是你咧讲互别人来做这个工作，是你家己本身真谦卑来对上帝来行。所以伫这个中间，咧看起上帝互咱的教会有看到这个异象。大桥教会，咱的兄弟姊妹。咱坐落伫即个所在，外面就要挂一个看板，叫做大桥教会。大家教会挂伫遐是要挂互谁看？要挂互谁看？对咱的信仰，咱是基督徒，咱是属于大桥教会，咱要伫迄个所在有一个看板，大桥教会，是要挂互谁看？挂互遐毋捌上帝人看。迄个毋捌上帝人，伊感觉你捌咱的教会嘛？这是咱的看，这是咱的异象。所以上帝呼召咱，拢成做一个异象者。通过这个，毋是大桥教会，是通过这个，有偌济人来认捌上帝，就敢若亲像咱徛起的所在，咱徛起的所在，咱徛起伫某一个所在，迄个所在。有上帝甲你三角地，但是你的厝边隔壁，你的附近的人，伊敢捌你，认识你是一个认识上帝的一个基督徒吗？哦，这个咱开始去想，上帝互你有这个意向，过来呢，爱互你有一个负担。兄弟姊妹，有意向看到是真无简单。我咧做梦的时阵，咧困。有时阵会看到异象。年轻少年的时阵开始服侍，我的牧师娘听来讲，好，你甲会做梦时阵拢甲我，踮遐困，好，听听互你弄甲安尼，哦，但是牙槽歪，但是安怎，但是弄着腹肚，我讲我毋知，我敢若知影讲我咧赶鬼。我看到迄个，毋知咧安怎的时阵，我嚯，就手就哇呀，弄甲会干叫。所以伫咧中间，我会讲太会安尼，我哪会知影？有异象，有异象，但是安怎上帝你有开啦。当你开始有即个看去即个异象的时阵，才知讲，哦，过无偌久讲有人请我去。真正去赶鬼，
我讲我是要哪看？我从来毋捌看过。我敢若知影，较早伫阮的口的，我高雄拍鼎金狗，拍鼎金你知无？阮灶的边仔遐就是拍鼎金啦，啊，阮就住伫拍鼎金，啊，我就是属拍鼎金教会，迄个所在叫做拍鼎金啦，啊，即摆叫做鼎金教会，吼，拍鼎就讲一鼎金啊是安尼，但是倒壳啊就叫啊拍的，吼，叫做拍鼎金啦。啊！是较早遐有一个，有阮的金西湖边仔有一粒山，啊，安尼起，敢若一个鼎安尼，吼，啊，较咧，逐个人拢做遐头金，日本时代讲遐有人藏黄金，所以有人去遐摸啦，摸啦，吼，啊，迄是迄个地号名的传说。伫咧中间互咱看，当我要去的时阵。伫我少年时阵囡仔，青少年中间参加圣歌队，有一暝，有一个女的对家己来，但是伊毋知安怎来，伊讲去互人牵来，你知影拍在金的后壁是啥啊？无花布，啊金西湖伫遮，边仔迄种规片的无，就是即摆的高雄的迄个啥文化，就是迄个滨江区吧。就是遐，较早遐是做阴的，较早遐是无人要去的。迄个妇女，伊毋知安怎来，伫省道干那啥，干那有迄个啥公路的有啊，公路局的，哦，公路局的嘛吼，啊，公路局的客有那对家己坐，啊，坐到拍鼎金啊，当的，哦，是12路啊遐，12路就是民族路，啊，甲迄个顶着即条新庄啊路安尼。交叉口，迄住伫阮兜的门口，阮就住伫迄12路口。伊讲落来啦，开始对遐行是行啦，要行去无法步，总是行到教会面头前，伊就讲用动的啦。伊讲的哦，讲用动的，动来啦，就对迄教会遐挖入来，一挖入来了后呢，开始就发作。发作的意思啦，开始想要笑的，好，开始安尼叽叽叫啊，叫。牧师呢？好，就请所有兄弟姊妹中进来，咱啊替伊祈祷了。牧师有一个物件，就是咱的圣经，摕咱啊，就对伊的头壳就甲缀咧，啊，就开始逐个人同心的祈祷。当即个出去了后，当遐个群出去了后，呀，一摆，搁来一摆。赶要2、3摆，讲好，搁一群来，啊，好，意思啦，搁一群来个，好，我甲迄摆，我伫遐舞迄2、3点钟，敢若赶迄个人内底附身的鬼，伫遐赶2、3点钟，啊，咱青少年去参加圣歌队，啊，敢若去也无唱到半条歌，啊，就开始去互牧师啊，甲后尾啊，所有种种人拢发话来。啊，发话来了，开始一群人安尼伫咧厝内底，差不多20、30个。啊，圣歌队嘛20个啊，啊个中进来啊，好，伫遐啦舞规暝，舞到落尾，即个做人好，了后开始咧讲起遮个代志。啊，咱做囡仔听也听有，啊，毋知影讲伊咧讲的是甚物。啊，当咱开始。出来服侍的时阵，去拄着的时阵，学的模式是啥物？啊，敢若要看鬼哦，真简单哦，去了圣经去哦，啊，看到迄个啊，再就甲摸落。我嘛学安尼个啊，吼，我只只学安尼个，心内掠一个熊，就是讲我圣经摕咧，开始伫厝内做一个祈祷，啊，就吼兄弟姊妹，我去开导迄个台玻璃。草屯入去迄个国信教会无，国信教会，伫遐就是安尼啊。哦，迄个讲哦，伊对迄3、4楼啊，对后壁拢跳落，直接跳落呢，跳落后壁甘蔗园啊呢。好，互我看，我毋知影迄个会友讲的讲，啊，迄阵我先来省尔，你酒吧无？
86的时阵，吼，啊，我1987毕业的啊，啊，伫回友的厝内底做记者，迄回友通报的，伊讲哦，但是啊，拄好有人犯着鬼吼，啊，有做啥安怎，我就想讲，犯着鬼，我头壳摸在烧，我嘛毋知要安怎咯，迄阵较新学生尔呢，吼，圣经摸咧吼，啊，开始祈祷，到下伫迄个所在祈祷了，心内掠瘫痪，去了吼，真正看到时就甲摸落。绝对要会好势就对啦。迄阵咧心内就是甲安尼想啦，无其他的想法啦。伊了啦，你也毋捌看过啥叫鬼，你也毋捌看，伊有的人拢有看到。咧军中的时阵，我伫马祖这边，吼，我伫西岛，吼，啊，阮顾个海有我靠，迄规个碉堡全部安那，较会去刷过来，对啊。较早起哦，迄水鬼哦，全部摸了了，内底啊规班的哦，拢死了了，真正死了了。啊，所以哦，迄个所在啊，真阴。吼，啊，若暗时咧徛迄个哨所的时阵哦，遐个兵啊拢会甲我回报讲，班的，啊有火呢，我讲啊有火要安怎？啊恁安怎创？啊，阮拢秘密叫内底，啊你秘叫内底袂创，啊咱是咧顾外面的，你咧顾。啊！你入内底拢啊，就敢若像啊，你顾一下顾门口的，你敢会晓走去厝内底？伊啊，伊会惊啊，伊有看到啊，啊，伊就啦，我就去奇怪，恁较拢看会着，我较安怎看都看袂着，真正要甲看，啊，暗时嘛陪因伫出来外面徛袂住，徛几步啊，徛几6工啊，佫也毋是干那一个扫帚我看，2、3个扫帚拢看着。我讲惊死我！啊，你遐是安怎？因安那马祖的西岛离大陆真近的。如果迄水鬼啊，收的就到了。我讲我是兵啊，我也毋是迄陆战队的，我也毋是迄个红短裤泡泡队的，我嘛毋是迄个海军陆战队迄个泡泡啊，迄个吼爆炸队迄种的，我嘛毋是迄种遐厉害的，我的体格。我种体格算啥？人迄是安那189，而且体格又好，啊佫啊真勇的人，迄出来拢做保镖的，迄出来拢做一个啊足特殊的行业的。因为咱的伫海军陆战队内底，佮另外一种的精挑细选的人，逐个国家都有。你若看到迄种的人来讲，伊就是啊高强大，而且咧武术、突击、空手。吼，安怎，迄足济学足济物件，而且呢，啉水，因为迄个极限的迄个训练，咱毋知影。总是，互咱看，我开始学着的脚业就是安尼。所以去到国县教会，去到伫开拓的教会，开始讲我伫遐有迄种迄个物件，无偌久尔就有人通报。兄弟姊妹就讲啊安怎。才知影讲原来上帝要互我过来会当接入即个任务。有一摆的经历就是对人的脚业，对牧师、对长执的脚业，伫遐来赶鬼。所以开始你有经历，你爱家逐个人拢看你的时阵，啊，咱要安怎怎样？较早拢啥物人咧带，啥物人咧带头，啊，即摆呢4箍连顿也无人。边仔拢无人，啊！就干那你一箍人，啊！你要安怎行？头来讲，上帝同在，摩西嘛是同款。有时阵咱伫生活伫足侪方面的中间，啊，即个无人，啊，即个代志交代互你，啊，你会开始想讲，啊，我有偌济经费，啊，我有偌济人，伊讲，无干那你一个人，你就开始想讲，我嘛会开始想讲。当我开拓教会，开拓中立的边仔的平镇教会，中立，搁落去就是龙潭，吼，这边去就是埔心啦，这边出去就是安那中立，吼，啊，迄段开拓教会
兄弟啊，开毕业派来遮开拓，就敢若咱教会共款，对迄边煞过来即边，开始买，兄弟姊妹，开始迄群有负担的人开始买，开始有的人开始奉献，当开始要决定即个物件的时阵，迄群人到底是倒落。当咱的教会开始讲要坐落伫迄个所在的时阵，我相信为因牧师来讲，甲当时的有足侪遮负担的兄弟姊妹会担心的时阵，兄弟姊妹当你担心的时，上帝甲你三个地界。当你开始有这拢是一个经历。我袂去骂，我嘛袂去怪。当你去开头的时阵，原底有足侪间教会兄弟姊妹，因拢要无你来参与的时阵，当你开始定调买落，你就知影讲我会友走一半。开始开头的时阵，也无够10个，阮2个翁仔某，甲伫遐住伫遐附近的迄几个来的时阵，伊嘛开始烦恼，哇，较济钱，啊要怎样办啊？当我想讲，我买落，阮家属啊，嘛会当无几百万啊！想足济，想有够济。啊了后呢，开拓了安那，我2档，迄阵阮咧毕业2档了就会当去红木房嘛，吼，就会当四界说啊嘛，吼，我就踮落，要踮落啥？要踮落遐个走袂去的遐委员啊，走袂去遐个中心啊，踮落会去负担啊，吼。当安尼想的时阵，遮个兄弟姊妹就讲啊，牧师要绕爬。伊讲，牧师你袂使绕跑，遮个买款哦，遮个迄个物件翕无完，你袂使走的吼。伊安怎要出去募款要创啥个啥，拢爱牧师你啊。啊，阮遮个兄弟姊妹是对你的，伊佫爱讲哦，我是对你的呢。我是，你对我要创啥货？我也无话厉害，你对我要创啥货？兄弟姊妹，迄个兄弟姊妹讲。牧师啊，阮是对你的，啊，迄个就我心内呛一条。哎，姊妹，迄个物件讲，某某人，我是跟着你的讲法，我才跟着你。意思讲，因为你有感觉有看到迄个物件，你有迄种的负担，你有迄种的所行所做，啊，人才会对你呢。伊毋是对你的好业，伊毋是对你的迄个才识，伊毋是对你的啥物件，伊是对你信仰的脚步。但是因为当咱有信仰的脚步的时阵，当你打叉的时阵，兄弟姊妹，信仰打叉就是决定你已经做唔对去。啊，伫中部牧会有看到足侪，然后要看信仰的开啊，是看对。看最后一步，无采伫教会啊，当过节啊，创啊啥，但是到落尾，哇，兄弟姊妹，咱人生到落尾就是干那剩迄个死啦。啊，死的时阵的迄个脚只，就是伊要怎样来做好代志？伊的囝、伊的孙、伊的查某囝、伊的啥决定了，伊讲牧师，我讲吼，几点要做教会个别事？哦，咱拢差不多9点啦、10点啦、几点啦，无就下晡啦，伊就进行一工，伊袂进行两三点钟，伊就走去验了，去夜米了，去创啥拢创了。啊，这3甲我讲，
这拢是遐已经做完事、办了、迄个发挥了，迄个我，伊教的人，嘿啊，无啦，昨暝就请迄个讲了伊啊，伊遐教会的人，因为迄个。我拢会真熟，啊袂个就是因来甲我讲的啊，我无啊，倒毋是安尼啊。无你要看，哇，伊就甲我讲，你也看伊内底衫裤内底穿的啥，啊穿好。哎，姊妹，因咧做遐个法事的时阵，伊拢会甲迄个人，咱拢会先祈祷嘛，对不对？咱来先甲伊祈祷嘛。伊祈祷了后呢，伊搁做法事，伊搁因咧做迄个道教的什物个。啊是讲迄民间宗教，伊个有另外一领衫佫啊，佫甲伊穿喺内底，啊佫来佫甲伊穿好，啊，互你感觉讲哦，已经好。当兄弟姊妹来，你要开始来做即个入幕的时阵，你会感觉讲哦啊，拢表面拢不要紧，拢不要紧的表面，互咱看会到。总是咱奇怪啊，上帝较会互咱有迄种的物件，咱会当安那目睭会当，我会当看到迄内底。信仰的脚迹，信仰的脚迹，竟然是安尼，无知一生，无知伊安怎来军队，无知伊怎样来服侍伫迄个教会。做啥呐？看到安尼时阵，心内嘛感觉心内咧，感觉毋甘，啊感觉心内凉凉。所以摩西又看见遮个物件的时阵，互咱会开始有即种的看法。当咱咧教会有看到即种的代志的时阵，互咱有即种的看法。异象带来是啥物？有答。今日咱敢若看到是敢若互你啊，互咱的信仰搁较徛在，徛在尔嘛。上帝要互咱徛在尔嘛。上帝是要咱互咱开始搁行，啊行呢，咱要安怎行？但咱教会徛在伫遮。咱的信仰徛在伫遮，重要啥？你搁要刷落来的迄个骹步，迄个行。上帝，互你有看到即个异象，互你有看到即个物件的时阵，互你有去咱行，就是啥？叫做服侍。上帝毋像安尼行，上帝互你有看到，互你啊，搁啊，互啊，搁互你有一个即个服侍。有时候啊，咱搁另外一个新仔个词语叫啥？使命。上帝，互你通过你做一个基督徒，互你认识上帝了后，互你有看到迄种的负担了后啊，搁有迄个使命。今日咱是看到异象，对你行，人对我行，过来咱有一个使命，就是啥？让人家认识神嘛，对不对？你的囝儿、查某囝，你的什么孙、查某孙啥拢好，就是要爱因带因互啊，互你认捌你所相信的上帝。今日摩西伊甲太多会，安讲牙架咧，看到迄个异象，伊嘛知影上帝伊所讲啊，你去带以色列百姓来到这个所在来因带，来认捌我，来敬拜我。因为迄若我咧想讲，若阮兜吼 OK 了，迄绝对无问题。我说了就算，你说了就算。上帝要啊，我要爱你安怎？那个，咱的圣经内底讲，伫人袂话，伫耶稣内底会嘛，对不对？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嘛，对不对？重要啥？上帝啊，我要怎么办？上帝说：“我与你同在。你去埃及，我跟着你去。你说了就算了，我不是相信。我嘛已经爱搁咧顾全呢，因为咱迄责任者够重的重甲无所不至重。你去乖啊有啊？上帝要印证甲伊三角地咧，迄个乖啊，就是伊印证的标志嘛，对不对？金蕊变蛇，野开搁一支乖啊。好，春蕊啊，较会麻风啊，麻风病你知无？
阮拍只金教会边啊，就是南部的迄个麻风医院。等阮遐报家宴的时阵哦，阮的院长啊，迄院长尾啊，佫许阮阿公讲啊，以前阮阿公做啊，客查某囝，阮阿叫大哥啊，伊就讲啊，逐年咱的圣歌，咱的迄个要去报家宴的，伊就讲入去 ，no problem， 入去拢总无问题，总是有一项袂使摸，原啊麻风的。伊若麻风伫遮，伊会安啦，伊甲伊断肢啊、截肢就对了。伊所流过的汤啊，哇，迄话啊，滴甲会滴落去。所以用过物件拢总袂使摸。要入去，逐个人拢爱消毒，哦，拢爱戴口罩，哦，拢爱好。迄个，安尼讲，早期的迄个医疗就无解啦。迄上叫40-50年前的代志。我即摆67。我46年厝，我国中的时阵去报家因啊，迄阿姑就交代讲安尼，我嘛毋捌伊，我真不认识他。啊，要去当年若要报家因的时，敢若要去甲迄个麻风，迄个对教会行来到迄个麻风病院，就也免5分钟的时间尔。啊，就开始就有即种的负担，即种的互咱看起讲啊。上帝啊，互咱有迄种的看气，互咱有迄种负担，有咱迄种的交代时，弟兄姊妹，上帝互你有看到，你也愿意投入，你也愿意付出，你也愿意去行，上帝绝对互你有快乐。神既然让你看见了，意象既然让你知道了。有时候啊，以前我无看甲足清楚，那是因为咱的教会负担是大了，你知影？你知影？你有看到吗？迄个就是异象，迄个异象，互你真正有看到、有经历的时阵，你有负担啊，你有去行无？你有去做？这个嘢，这就是内底咱国书内底所讲，信心甲所行啊，爱合一嘛，对不对？信与行要合一啊，咱的信用。哦，啊！你敢若空嘴保证讲你有信用，但你行出来是啥物？也无圣神所结的果子，你也无忍耐，也无好评，也无好说，也袂鼓励人，也袂迄个，你敢若嘴敢若批评人，甲安怎，拢互人互人感觉失志的物件。因为耶稣基督伊所行的脚步，伊所讲的话，多一项互人会失志。上帝来甲咱三个地地时阵，对一个话，对一个所行，会互你感觉无迄个物件通去对。对咱的人，对你的人，是毋是亲像安尼？所以讲，信心这个意象，互你有看到，互你有通去行，互你有通去做。弟兄妹，你所讲、所行、所做，是毋是亲像圣经内底说那个？信心与信仰行为合一的人，咱的信仰的脚中是何等的佳美啊，对不对？何等的美，何等的水嘛，敢是安尼？摩西，我咧想讲，我听伫新南院咧研究，甲老师咧讲，伊讲要进入迄个老尼甲要个地，迄若我嘛要入去，哦，迄有通偌爽快。结果去到以色列讲，迄个所看。这个所在比台湾歹有够济。真正有够歹。要老山顶是有偌好啊，树也无台湾的济，也无台湾的水，台湾是宝岛的，对不对？你到以色列看觅啊，你即摆你要看中东的战争的，你要看，迄是翕的，迄个国际的迄个影像来翕的，咱家己本身去到遐是。较有可能，这是老李甲要个地。总是对来讲，属伫你的，拢是老李甲要个地。毋是属伫你的，迄拢是别人的，迄拢毋是属伫你的。你拥有了一个小细间的小草屋，你所拥有的小细间的一个大桥教会，大桥到教会，到我哋中步会，大多修电条来讲，啊，无输我捌你呢，我带一条。
我台中女王教会牧师啦，女王教会甲你大桥教会比啊，上少比你少40倍大，对不对？会友咧，上少比你还有10倍搁较济，对。伫这中间嘛，上帝互你的是一间小金厝啊，是安怎？重要是啥物？你有无？有了，这是你的，这是你的，拥有的是种的祝福。所有的物件拢是安尼。阮做一个传教者，通过总会的授派来到咱教会请安。恁所捌的，检测伫恁的亲人中间，有的人检测伊是一个传教者，还是一个牧师呢？还是伫教会内底咧当职做中职的，拢总 OK。总是阮做一个领受上帝的职务来做遮个工的时阵，你讲有的人伊感觉有异常吗？有的人感觉伊迄是伫心内底，逐时阵在迄个牧会迄个分享啊，有的人是安看做是目睹的。保罗的时代，有的人来做迄种的工的时阵，有的人啥？有的人是顾着工，有的人是顾着目睹。愿上帝的神甲咱撒甲之地，互咱看见咱的教会有即种的负担，有迄个所行，有迄个所做，上帝祝福互咱，撒甲来祈祷。主要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互阮来就近主你的名所说的教会。无论伫教会中间，伊是大还是小，也是怎样，总是阮的信心，阮清楚，阮的参与，阮的认捌，互阮摸着上帝你的恩典，使阮的教会，阮真愿望会当长大人家庭，财务各方面拢要爱济，总是上帝。求你互阮的心内，互阮认捌上帝更较济。愿你的是你看顾阮的教会，阮的长职，阮所有的侍奉，阮所有参与踏入到入这个教会的，拢是上帝你的祝福甲引带，互阮认捌你，也互跟对阮的人来认捌上帝你。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感谢牧师的分享吼。当你互上帝触摸到，你就知影安怎行吼。咱做来吟圣诗、回应诗576首，你若甘愿互上帝引带，请咱起立吟全首。起舞渐渐。
承受的百姓了的旨意，拢是对伊的为着他，主敬着咱来上帝，咱在教会无的了义，nghiêm是基督遵守主家事，忠诚真理高举本分，着心可以随然为甘地，要不为的真心偏尊，其那信心可主的人，伊无放下我伊稳当。请坐，这时咱来奉献。请咱起立。甘心的奉献，主我愿意，乐意的奉献，主所欢喜。主定嘅大无比，我愿意成为你，我的一切所有，我当我主。这是咱来坐念奉献的宣告祈祷文。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伊拥有赏赐甲收回的主权。伫即时，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甲虔诚的心奉献伫你面前。求主通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操练我的委身，分别我的性命。我相信奉献是财前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生命。我确信奉献是生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息甲怜悯赐予我，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请坐。我来介绍两位新朋友吼。第一位是谢仁杰弟兄，第二位是陈怡珍姐妹。请问两位是夫妻吗？是吼。真欢迎恁来吼。恁住伫倒位？附近尔吗？吼，好，今日阮牧师拄无来，无伫个，伊去放门教会吼。我代表伊欢迎恁来吼。咱下礼拜是敬老主任吼，请兄弟，咱毋通袂记哩，咱的老大人吼，较年长的，我嘛得要死啊！吼，咱的年长的是咱的牧师今仔讲的信仰的脚石吼，咱特别伫后礼拜要来庆祝，请
兄弟鼓励咱的年老的，若是长辈会当做伙来做礼拜吼。另外，咱今仔日来看咱的生日吼。来祝祷哦，咱有10月份有嘉伟弟兄哦，金蛋姐妹无来，有宇恩伊去看牧师出外吼，有许承恩弟兄，佮有子轩、妙玲、苏芳杰跟李听新天执事吼，请恁起立吼，来，牧师。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安尼吼，阮这两位也是我管。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愿主祝福我们。主感谢你。互阮来到伫你所创造美妙的所在，就是阮徛起的所在。迄个日子，检采是一个家庭、一个家族的欢喜，因为阮有囡仔来出世伫阮的家庭。主，阮是迄个日子来出世，阮孝敬阮的老母，阮的所期待的人，因会欢喜，阮来孝敬阮的老母。主，阮感谢你，互阮会当徛起伫一个所在，为人进入到伫你的圣地，是甲阮同心来敬拜，来兴旺阮，兴旺咱，兴旺咱大家人的信心的脚业。主，阮真欢喜，日子也好，进入到一个新的教会也好，拢是上帝你所赐予阮的日子。主，阮孝念即个，阮也毋忘通过祈祷，通过阮的所行，通过阮的欢喜，通过阮的家业，拢得到上帝你的赐福。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受请请坐。咱等下，咱今仔有小组吼，小组咱11点咱开始吼。咱今仔有新的兄弟姊妹来，咱会当含伊做交陪吼。所以咱等下咱毋免赶紧去小组，咱会当含伊来交陪，关心一下吼。嘛，咱会当逐个兄弟姊妹伫即个中间互相来互动一下吼。无久已经一礼拜无看，咱会当利用即个时间吼。即是咱吟常用的诗，397首，愿主赐福保护你，请起立。愿主赐福保护你，愿上帝的恩典接你，也因慈悲款待你。愿主上帝常常保护你，赐你平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伊被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帮助咱，互咱有经历、有看起、有稳对，互咱的祝福，也对咱一世人到永世代无尽。阿门。